过来消息来看，副总统赖清德之前在做行政院长的时，推动所谓身份证，也毋过是有真侪治安的争议，所以计划动点。厂商嘛向政府要求赔偿10亿外。有国民党的立委就呼吁讲，赖清德应该爱针对所谓身份证，为什么无法度继续推动公开说明？内政部的处长华敬群嘛表示讲，相关的成本确实是爱全面来吸收。行政院前院长赖清德在任内捌宣布2020年启动换所谓身份证，不过却因为治安的疑虑卡关。落尾受行政院前院长苏贞昌2021年1月份宣布政策暂缓实施，不过推动这项政策已经开超过10亿，这条钱敢是全民爱负担的呢？社会大家集体面对的一个成本，那当然这样一个成本没有错，我们当然全国要一起来承担。但是政策上，我们当然在第一个治安的强化这个部分，制度的强化，以及民众的沟通，这都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，一起来努力，达成一个共识。内政部处长华敬群讲，所谓身份证开启的成本，要由全民共同承担。根据了解，相关的厂商向政府要求赔偿5亿2600万，加上已经采购的机器、场地费用、甲仪器运转的空调费，拢总5亿2400万，加起来累计超过10亿。目前由中央银行下底中央印制厂甲厂商协调违约赔偿的代志。目前专案移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。赖清德主席应该讲清楚说明白，他当时推动数位身份证，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大喜功，而现在即将无疾而终啊？所以在这个部分。我觉得赖清德应该出来说清楚、讲明白。国人实在对于隐私非常的重视，所以一直很担心是不是资安会有外漏的疑虑。所以经过多次的沟通，也多年以来的沟通，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达成共识。所以呢，来把它做政策的停止。即马所谓身份证的政策暂缓执行，目前已经召开过4届协调会，不过拢破局。因为第5届协商按算伫这礼拜5召开。要安怎来讨论赔偿的金额，也有面对厂商赔偿的问题，嘛引起各界关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最近发生